方說有熊有這個山貓這 bobcat 還有不同的那個鹿不同的鹿有其他的東西所以挺受歡迎嘅。啲山區咧都係咧野生動物嘅呢個保護區嚟嘅。咁其實咧喺呢個Pennsylvania 呢個賓夕法尼亞咧，咁因為佢嗰個山好多所以咧佢有部分嘅山頭咧已經係逼成咗呢個國家公園㗎啦。嗰個Penns Cave 啦呢個私人洞嗰度咧就整啲團車啲客人咧就走入去啲山區嗰度睇嗰個生態環境